也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大甲马寮警今年爆发有史以来上济波的冲突。昨暝深夜11点外，马祖的乱桥经过中华的民生地下道，第一届对着大甲马寮警的白龙张安乐，为干轻飘的手接过乱桥了后，桥尾就开始来冲突，顶头相 A 相杀起相拍，有人喷辣椒水，有人结水干啊，结果参警察甲记者拢互拍惨落。 大批警力部署伫中华民生地下道四周围，要维护大甲马绕境队伍，但是由于是挡袂掉冲突，乱桥到位进前，就民众安尼杀来杀去，甲一名护林人杀倒伫涂骹。乱桥一过，白龙张安乐来接驾，伊对眼前飘手来接过乱架了后无偌久，随着爆发激烈的冲突。 有人一直咧带物件，对面被牵着的人唔甘愿，佮单倒转去，这部片就伫空中安尼飞来飞去，甚至还有人咧喷咸石仔水。有囡仔去互咸石仔水喷着，家长真着急，也有民众互钱甲倒伫涂骹爬袂起来。 警民做伙开路，甲受伤的民众领去空旷的所在，但是场内也是真混乱，有民众包围记者，三个拍一个。穿普恤衫的记者被人扒头，伊的摄影机嘛拢落落去，还佫被人攻击。警方发现要阻止，结果呢嘛被拍。一定绝对是严正执法。目前我们是以伤害还有毁损的罪责来办。 嫌犯讲是因为伊的朋友受伤，要阻挡摄影机，才会攻击记者。嫌犯以及关系人总共20个人，拢被带回警局。中华警方为着大甲马绕境伫民生地下道部署320名的警力，乱桥经过的时阵，嘛以手牵手，人像当群众，不过也受民众失去理智。敢若摄影机所吸到的冲突至少就5波，会当讲是6年来大甲马绕境经过民生地下道冲突上多一届。